但是我有老公了。我帅哥，今天以天公为证，与。话说回来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叫兰。兰花的兰，像女人的名字哎。不是，我姓兰，单字一个度，家里排行第2，所以大家都叫我蓝肚二。烂赌二，你爹取名字可真有才啊，烂赌二。我们重新再来过啊。我帅哥，我蓝肚二，今日以天公为证，结拜为兄弟。此后患难相扶，生死与共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蓝肚二发誓，抢回我爱人之后，我会竭尽全力帮我大哥把嫂子接回来，让他们夫妻团聚，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。我帅哥对天发誓，我要帮我的二弟抢回他心爱的人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有老公了？那你已经什么嘛？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有几次了？什么意思？不怕跟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说不定我还可以过你几招呢。哎呀，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反正呢，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，而且我很爱他，他也很爱我。母后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我完全放弃了他以前的生活方式。他以前最讨厌洗澡了，可是他知道我喜欢干净，所以现在天天都洗澡。还有啊，他以前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时辰的，最开心的就是和朋友们招摇过市，胡天胡地的。可是现在天天都在家里陪着我，除了帮我做家务之外，还帮我洗盘子、洗碗、擦地板，什么都干。总之呢，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啊。他是男人吗？当然是男人啦。以母后的经验呀，是男人就不会这样，是这样就不会长久。你不高兴吗？没有啊，我很好。哎呀，既然我们已经结拜为兄弟，有事就别瞒着我。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。你不是最讨厌洗澡吗？是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媳妇儿她太爱干净了吧。哎呀，这很简单，找个地方洗了不就得了？来，来啊！大哥，就在这儿洗吧。在这里洗？嗯。干嘛天天都要洗澡啊？真的好烦啊！天天洗澡呢，就不会生病了。而且啊，洗澡也可以很好玩啊。骗谁呀？洗澡有什么好玩的？当当当当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哈哈，他会陪你洗澡。
不洗了，快点去办正事吧，我还要去找小龙女。走。大哥，好饿啊，找点东西吃吧。这里荒山野岭的，我们只能吃草了。喂，二弟。大哥，吃东西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想你老婆了？她离开家之前，还做了我最爱吃的乱炖。乱炖？是什么啊？要做出极品的乱炖，一点都不简单的，不是家里就能做出的味道，一定要每家每户他们的剩饭剩菜，起码要7、8家以上才算货真价实啊。那就等于向7、8户人家要饭，可不是吗？想到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。没想到他竟然穷到这个地步。听说他老婆还是个金枝玉叶，能跟他过这样艰苦的日子，难得。大哥，别想那么多了。你老婆现在在娘家，就当是给她舒舒服服的放几天假了。是，我也这么想。她在家里肯定会过得舒服一点。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笨。原来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都那么幸福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去接你老婆，明天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不行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要办到。都说不用了，你去接你老婆吧。我是你大哥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帮定了。果然是个猪头，2下功夫就给他骗了。大哥，二弟太感谢你了。别说这些了，来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事。对了，你说明天会有一大堆人经过这里，确定吗？错不了。婚期已经定好了，如果明天接不到新娘的话，就会错过30年不遇的吉年吉月吉日吉时吉分吉秒，那就吹了。大哥，二弟答应你，3日之内一定帮你找回老婆。好，3日之后我们4个人一起打麻将。帅吗？有才吗？太有才了。有钱吗？反正他从来不为钱发愁。宝贝。南海大公主、二公主驾到！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欢迎啊！真是派星星派月亮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啊！这老家伙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宫也够破的。可不是，进来就闻到一股穷酸味儿。哎呀，还带这么多礼物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能不能看看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呀？龙王，爱钱也不能爱得这么明显，太失礼了，太失礼了。只有这些？还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可是还是不够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是不是我三姑娘3日回门的时候，还可能多带一些礼物来？这老家伙也太贪心了吧！龙王不好意思，我们南海可没有3日回门这回事。我们从南海到东海，这来来回回走一趟，可实在是不容易。更何况你们3公主嫁到我们南海之后，那就是我们的人了。不如让她在南海好好休息，尽快适应南海的生活，不是更好吗？嫁过去就回不来了。那当然。那就应该多给一些嘛。哎呀，这失礼呀，太失礼了。龙王，当初我们父王签订这门婚约的时候，没说要给多少聘礼啊。更何况这门婚事可是世交，不是买卖。哎，谁不知道你们南海是最富裕的地方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丢脸，太丢脸了！
们家的脸全都给丢尽了，人家不会以为我们一贫如洗，会以为我们家个个都是贪财的，简直把我们东海的脸全部都丢光了。母后，父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都跟你说他疯了吗？不行，我绝不允许他再这样下去。来人呐！龙后有何吩咐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已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行动。你要做什么？起义。今天，娘就要跟那个老家伙做个终极了断。为什么？放心，相信我会以平和的手段来解决目前的危机。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和父王自相残杀。我不会想杀了他的，我只是想把他推翻了，我来主持大局。母后啊，不如这样，你让我先想想办法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要怎么对付父王，我都没有意见。毕竟都是一家人，谁想动干戈呢？那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二位公主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接二位公主去参加晚宴。晚宴？东海穷成这个鬼样子，有的吃已经不错了。岂有此理！就是岂有此理！怎么说咱们也是千金之躯，怎么就给安排这样的鬼地方啊？这是我们能住的地方吗？贪心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贪心的人，我真不懂父王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啊？中邪了！我也觉得老爸是中邪了。哎，你说，不然为什么临终前再三立遗嘱，一定要让弟弟娶这个三公主呢？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三公主长什么样呢？我要验货！验货！哎呀，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既然那个老家伙把他的女儿当货物来卖，那我们就要求验货，先验货再付款，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呀。只要他的女儿长得还过得去，那多加1、2件聘礼也无所谓嘛。好，我们晚饭的时候就说。哎呀，没有，完了，我好难受啊！哈哈，要不就算了。一定要。也许看走眼了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惨了，这个龙王现在越来越有贪心病了，东海快要完蛋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我得赶快去跟龙后说，让他做好准备。他就是再没有才，也比这个风龙王要强。真的没有了，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四只纸鹤其实都找到了二姐的下落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怎么也进不去啊。难道说有东西挡住他们了？难道是父王施了法术？不会的，父王好端端的，干嘛要把二姐关起来啊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那天你二姐跟你父王大吵了一架，可是那个时候你父王还没有疯啊。母后，你在干嘛？把菜切小一点。切那么小有什么嚼头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当我们的食物放到嘴里的时候，我们的整个口中就会散发出大量的口水，去消化这个食物。
所以你的菜切得越小，吃的次数就越多，它泌出的就越快。你吃再多的菜都不会胖。真的？让我切。自己切。真小气，切就切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赶快派人把老三找回来呀！怎么了？哎，你忘了，再过几天就是他18岁生日了。哎呦，老三，他都18岁了。你还以为你年轻啊？桂丞相，我命令你，3天之内必须把老三找回来，否则的话，我帮你庆死。什么叫庆死啊？庆祝你死啊！啊！你们偏心！我25年来都没有过生日，而小妹每年都有庆生会。母后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女儿啊？怎么不是呢？当然是了。当初我生你的时候啊，差一点流产，大夫还警告我说你小心，会有很多的后遗症，还说不是我亲生的。那你们怎么那么偏心？我可没有啊。他有一点。当然不是了。啊，我让你妹妹回来呀，不是帮她庆祝生日的。你别想多了，我是答应了南海，你妹妹18岁，我就把她嫁过去。我让你妹妹回来，不是给她庆贺生日的。你别想多了，我是答应了南海，你妹妹18岁呀，就把她嫁过去。南海，父王，你是说咱们4海之内最民康物富、歌舞升平、富甲一方的南海？可不是吗？你什么时候答应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就是生他第12天的时候，咱们不是请南北西龙王来吃满月酒啊，对不对？就那天呐，你喝多了，醉了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是咱们家在4海当中最鼎盛、最辉煌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冲着我们来拍马屁的。现在呢？哎呦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，当务之急呀，是把老三找回来，给他定亲。以我对小妹的了解，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小妹向来爱好自由，即使你们2老呢对她爱护有加，可是这几次回来，她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走了，所以证明她是非常的不喜欢宫里的生活，怎么又会嫁去南海呢？对的，对吧？可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。那就让我嫁吧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们刚才说你们不是不偏心，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嘛。那这么好的老公，为什么不能留给我呢？对吧，母后？对，来，老2嫁出去，老3留下来。哎，不行，要嫁只能嫁老三。父王，你怎么那么偏心啊？所有最好的都要留给小妹。你知道我多大了吗？我25岁嘞，25都没有人跟我提过亲，我都快成老姑婆了。母后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我就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。哎呀，不要跟你说那么多，反正人家要的是老三，老三必须嫁过去。母后，我不活了，你别拉着我，我不活了，我要去死，我要去跳海。你以为啊，我不希望把你嫁出去吗？你别急，过2天我跟你父王再说，好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理论一下。为什么不让我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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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桂丞相，这老2是不是我亲生的呀？根据微臣的记忆，您嫁出去的大女儿、老2、老3，都是您亲自生的。是吗？那天之后，
就再也没有看到你二姐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从小到大，我跟二姐都说不了2句话，她居然会这么了解我。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，我可告诉你，她心眼儿可多了。在这宫里头，上上下下每一个人的个性脾气，她哪一个不是摸得一清二楚的？尤其是你父王。父王？他知道你父王最宠爱的就是你，所以动不动就拿这个来说事儿。贵为一国之君，你父王怎么可以承认自己偏心呢？所以很多事情就顺着他。我想那天你二姐去找他的时候，肯定又故技重施。哎，坏了！什么坏了？难道什么？母后，你到底想到什么了？那天你二姐出去的时候，她手上拿着一把刀，会不会是她把你父王逼疯了？然后你父王就拿这把刀把他给杀了呢？父王，你为什么对小妹那么好？你偏心，你偏心！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总跟她过不去？父王，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！父王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是这样的。你还别说呢，你想想，你父王之前还好好的，后来怎么突然失常了？肯定是他清醒之后发现自己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就疯了。哦，哎呀，母后，你想太多了。那要不然怎么见不到你二姐呢？不管怎样都好，总之现在要赶快找到二姐，这样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怎么都是一副死相？就是嘛。哎，两位公主怎么不动手啊？嘿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海鲜要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龙王，你们东海的海鲜都是死光光的吧？哎，怎么拿这些烂东西来款待客人呢？所以嘛，崔公主啊，你是年轻不懂事啊，看问题不能只看外在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东西那是比海鲜还要好的东西呀。你忘了，我们从小也是从海里长大的，行家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现在呀，连人类都知道，刚从大海里打捞出来的什么海参啊、鲍鱼什么的，那没有晒干了以后好吃，而且药用价值也更高啊。这些东西啊，是他们现在逢年过节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啊，珍贵又大方。据我的探子回报，你们吃的那个，他们叫做四头鲍，知道吧？那一只啊，就能卖上好几千两银子呢。还有那些虾，能值好几百一斤呢。特别是你们这些女孩子啊，要多吃那个晒干的海参呐。滋阴补肾啊，可以青春永驻啊！你们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味道如何啊？还行啦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不见龙后和三公主啊？他们不用吃饭的吗？他们减肥，不用吃饭。那这样，我们请他们出来喝杯酒总行吧？我的亲女啊，那是很注重保健的，滴酒不沾。龙王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姐妹俩呢，决定明天早晨就把三公主接过去，在此之前，希望能和她见上一面。劳驾，请她出来一下吧。
二位公主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可以朝夕相处了，何须着急呀？来，快吃，菜都凉了啊！龙王，哎，龙王，别怪我姐无礼。你多次向我们追加聘礼，其实我们觉得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我们姐妹俩希望见见三公主的真身。如果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这个礼物就一并奉上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乃是我们南海历来最珍贵、最价值连城的。肯定是她了。来人呐！赶快请三公主啊！赶快请三公主！死在那干什么呀？龙王恕罪啊！末将失职，一时大意把三公主给丢了。什么？这婚期可是我们父王临终前亲自选定的，是30年不遇的吉年吉月吉日吉时，错过就没有意义了。你们怎么会把三公主丢了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一直在屋里好好的，直到归丞相过来，三公主就不见了。不过估计时间短，三公主不会离开东海范围。末将已派人四处寻找，赶快给我找回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明天把你们当晚餐。是，龙王。竟然会有这样的龙宫，看来过不了多久，四海里面就剩下我们南海了。二姐到底去了哪儿吗？宝贝，不要急，行吗？你看你一急，脸上就会有皱纹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！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！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是这样，老三呢就怀疑父王把老二给杀了。是你说的，那你也同意的？但是不要但是了，三公主，你要是再不出去的话，别说二公主，她简直要把我们都给杀了。她又疯了？可不是嘛！哎呀，听说，南海那边的公主又送来了好多新的礼物，条件是让三公主去见面。龙王他现在找不到三公主，哎，急得要把我们都杀了。他简直是无药可救了。归丞相，你现在马上去调动兵马，晚上我们就起义。好。哎呀，好你个头啊！你很想看到我们家互相残杀、家破人亡吗？当然不是了。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尽快找到二姐，要证明她真的被父王杀了，然后我们再说。宝贝，我知道你非常的爱家，可是我们不可以为了一棵树而牺牲了整片森林。我们已经花了整整1个上午，走遍了所有的寒冰洞，什么都没找到啊！你能找出什么来呢？那你们珊瑚礁去了吗？珊瑚礁？对，那是整个寒冰洞最暖的地方。啊，二姐她怕冷。二姐，二姐。哎，你看，龙片啊！二姐的。哎呀，这里还有好多呀！女儿，女儿！二姐，你醒醒啊，二姐！老二，你真的死了吗？不会吧，女儿，娘生你的时候那么辛苦，好不容易才把你生出来，你一句话都没有跟娘说你就走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娘以后怎么过呢？母后，二姐醒了，她没有死。没死。还有呼吸啊！我们先把她带出去，慢慢再说。好啊，来，归丞相，快点！你慢吞吞的，让我来吧。你有没有力气啊？好，来。二姐啊，你快点醒醒啊，急死人了！
二姐，醒醒啊！二姐，你醒了。父王，别杀我！我没去龙泉洞，我没看泉眼。父王，泉洞，别杀我！哎，什么龙泉洞，什么泉眼啊？别杀我！啊，我在哪儿？你现在在母后的临时寝宫啊。母后？哎，小妹。哎，二姐，你快点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完了，惨了！哎，完了！小妹，你千万不要把我带去见父王，他会杀了我的！千万不要啊！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父王的。但是你要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是龙泉洞，什么是泉眼呀？龙？什么龙？龙？我刚才说什么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要睡觉了，你别跟我说话。我要睡觉了，别跟我说话。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可疑呀？可疑？这第一，三公主始终不肯露面，这就说明啊，她压根不想嫁到我们家。第二呢？这第二，你说咱们老爸也死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哎，按说女儿不想嫁，做爸爸的也就算了，可龙王还义无反顾地重提这门亲事，他贪心。哎呀，再贪心也不至于把女儿给卖了呀。哎，我打听过了，听说三公主啊，从小深得父母的喜爱，是他们的掌上明珠，从来都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你说怎么会逼她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呢？我估计内有乾坤。宝物，对，宝物。哎呀，她一定是想让我们家里建宝物，而且那个宝物对他们来说一定相当重要，所以迫于无奈，她才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当成货物来卖。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。不给。对呀，这可是我们的镇海之宝，危机时的救命符，打死也不能给她。现在我反而倒希望，等明天天一亮，这三公主啊再也不要出现，我们呢就顺理成章推翻婚约，打道回府。好。宝贝，使不得！三公主，万万不可呀！为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知道龙泉洞嘛。你知道那就好啦。这个里头是我们东海泉眼的机关重地，玉帝有命，除了4位龙王，谁都不可以进去。触犯天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宝贝，还是跟娘回去吧。可不是嘛，龙眼是整个东海之源啊，万一要有个3长2短，那东海也就全完蛋了，海水会枯干，所有的鱼虾虫鳖就全死了。你呀，还是听话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进去，最多我只看一眼，我什么都不碰。不碰也不行啊，宝贝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泉眼实在太不寻常了。除了龙王之外，在这东海之内，谁要是看到了泉眼，即便是1000年的道行，也难逃一死。你死了，让母后怎么活呢？好了，别闹了，还是跟娘回去，我们再想办法好吗？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现在父王又疯了，二姐她又无缘无故的被锁在珊瑚礁，你又要起义，这个家早晚都会散的。再找不出真相的话，我宁愿死，我也要找出这个真相。别拦我，宝贝，不能走！宝贝，三公主，宝贝。
猪哥哥，你醒醒！小龙女，小龙女，你回来了！猪哥哥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怎么不来找我？你父王不知道干什么，把整个东海都封了，我想进都进不去啊！我这次来是要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告什么别？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只能我一个人去。我们两个说过永远不分开的吗？不管你到哪里，我都要跟着你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猪哥哥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要记住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在我的心里面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也是，我只喜欢你一个。真的吗？你能不能再说一遍？我要对你说10000次，我只喜欢你一个，我只喜欢你一个，我只喜欢小龙女一个，我只喜欢你一个。还真没想到世间竟有这么一个痴心汉子，他老婆也该知足了。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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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喂喂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喂喂喂，醒醒！小龙女，心跳的这么厉害，该不会……不会，绝对不会！我只是利用他，事成之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毫无关系，千万别胡思乱想啊！喂，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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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喂，谁打我啊？起来啦！你看太阳都升起来了。我不想看风景。不是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今天有大队人马会经过这里，你帮我抢新娘，然后去接你老婆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抢新娘。对啊，抢完新娘就去找小龙女。走吧。龙王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是不是都死了？没死，南海那2位公主说迟迟不见三公主，要走了。啊！龙王，大事不妙啊！南海那2位公主说要把所有带来的聘礼都拿回去啊！都拿走吗？是啊，一件都不留！快，拦住他们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走！是龙王。我还没听说过嫁女儿带着个爹的。你要是没听说就对了嘛，你听说了不就没有新意了吗？是不是啊，公主？只要你把南海那个宝贝给我们留下，公主一定会嫁过去的。宝贝啊！快点收拾，准备走。哎，别动！2位公主请留步。他就是你家老三？是啊。我决定跟你们走。宝贝，不可以去！我决定了，要嫁到南海，谁都阻止不了。你看，没说不嫁是吧？喂，二弟，他们走海路啊？喂，我们在陆地上怎么抢啊？二弟，我游泳技术只是一般，而且我的哈欠神功在水里也不好施展啊。你放心，他们到了这儿之后就会上岸，到时候就会走陆路了。那还差不多啊。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找下手的位置啊。你不是说他们大队人马吗？我们只有2个人，又是首度合作，当然要事先计划计划啊。来呀！哎，你不用紧张，他们有几斤几两，我了如指掌。啊？其实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出手。到时候我们只要出奇制胜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，趁混乱之际就把我的人给抢了，然后你就带着我的人跑到那边，我就把他们引到这边，
让你有充足的时间带着我的人到这片树林的后面，再走5里路左右，就到了我们结拜的那座破庙了。还有啊，我准备了3个人3天的粮食，就放在那破庙的神像底下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肚子饿。等风声一过，我就会马上回来跟你们会合，这样这次抢亲行动就大功告成了。二弟，你的计划够周详。喂，不过呢，你爱的人又不认识我，只有我跟他2个人在破庙里孤男寡女的好香。不用担心，我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这个袋子最多可以放下1根手指头。这个袋子可以变大，而且可以循环再利用，方便携带。现在市面上非常流行，很多富人都人手1个。这么牛，我都没听过。哎，不过二弟，如果他问起我，你千万什么都别跟他说啊！哦，我怕他会变心。等我亲自见到他的时候，再试探一下他。如果他真的没有变心的话，我就跟他相认，那我们就很高兴了。二弟，如果他真的变心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完璧归赵，送他回婆家喽。不过二弟你一定放心，你人品又好，相貌一流，我相信他一定在等着你去救他。希望如此吧。走吧。水水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只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来生要是有机会，哪怕我做牛做马，都会报答你这个大恩的。你这个利欲熏心，见钱眼开，不知廉耻，竟然敢把我的女儿给卖了！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，为我的女儿报仇！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是毛笔。赔我的女儿！我要你赔我的女儿！你赔我的女儿！赔我的女儿！哎呀，你赔我的女儿！你干什么呀？赔我女儿！你这不是一般的毛笔。怎么不一般？依微臣所见，它是一支胎毛笔。什么是胎毛笔？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剪下他的第一撮头发，把它做成了毛笔，作为孩子出生以后的第一份礼物。那为什么不一般呢？不一般的可能是他的毛发出自南海龙太子的。乃是我们南海历来最珍贵、最价值连城的。我上当了，我上当了！还我的老三，还我的女儿，还我的老三，还我的女儿啊！他疯了吗？龙后，我们还要不要起义？我怎么？他是绝对不会起义推翻父王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只是一个只管照顾好自己和儿女的贤妻良母。只要你好好向他说明泉眼的事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你已经知道了。女儿什么都知道了，你装疯，并且一意孤行的要把我嫁到南海，是因为我们的泉眼坏了，而唯一能治好泉眼的，就是南海的镇海之宝天一神水，所以才拿我来交换。可是又不忍心看着我走，更不知道该怎样跟我们所有人解释，所以您宁愿装疯卖傻来逃避所有人的不解和恐慌。你心里一定比谁都难受。父王，作为您的亲生女儿，我不会只顾自己的幸福，而不理整个东海的安危。我会配合，帮助你拯救我们的家。等我的消息，女儿一定不负您所愿。到了南海，务必竭尽所能找到天一神水，治好咱们家的泉眼，保护好我们的同胞，
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可以重聚了。保重。爹舍不得你呀。前面那个山头啊，就到了我们南海的海域了。现在这里不是我们的地头，所以大家休息务必小心，听到吗？停！有埋伏。保护三公主。是。哎，我们去前面看一看。好。快！我中计了啊！走，走。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二弟果然神机妙算，2、3下功夫就完成了这次惊天动地的大行动。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，我知道，三公主在蒙面人的手里。不，好，我知道，她武功了得，不知道是哪门哪派。不是，姐。哎呀，姐，我来不及猜你说什么了。走，我们追吧。哎呀。哎呀，二弟说千万别跟他说话。带他走，去破庙。嘿嘿。哎呦，快点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明天可是咱们龙太子的大婚之日。哎，你，这，哎，仔细点啊！你们，这，再擦干净点啊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都听见了吗？啊！龙宫里的每一处都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哎，御膳房的事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好了。珍绣房呢？龙太子的已经准备好了，等太子妃到达后，给他量一次身就可以了。哦，好。哎呦，二位公主，哎，怎么就你们俩呀？被打劫了。被打劫了？骗里被打劫了？哎，不是，是我们南海太子妃新娘子被打劫了。太子妃被打劫了？不是，是我们被打劫了，太子妃被劫走了。什么？太子妃被劫走了？哎呦，这太子妃被劫走了，这婚事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？哎呀，你烦不烦？我们再想办法嘛。他是谁？
是他啊，东海龙王！我们早就看出他心怀不轨，哎，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你看啊，他拿了聘礼，转身就把人劫走了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我们上当了！走，评理去。不是，不是他，那会是谁啊？我看到什么了？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我说二位公主啊，这婚期啊是龙王生前定下来的，可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要不找赌公主来一起商量，从长计议？你可别跟我提他，他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疯了。哼，他早就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赌公主早就回来了，还帮忙准备婚礼的事情，刚刚回房歇息去了。哎，大姐回来了，哎，太好了！哎，那我们的责任可就小多了。走，去找他。走。题呀，真重啊！二弟还真说到做到。这鱼人喝水的声音怎么跟猪哥哥这么像啊？哎，绝对不是猪哥哥，一定不是猪哥哥，肯定是我太想念他了，所以才产生错觉的。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用透视眼。哎呀，怎么看不到呢？好像铜墙铁壁一样。看来这不是一般的袋子啊！外面那个人肯定会法术，而且道行还比我高很多。究竟是什么人？什么人要绑架我呢？要不要给他一点吃的？你千万什么都别跟他说啊！为什么？我怕他会变心。等我亲自见到他的时候，再试探一下他。如果他真的没有变心的话，我就跟他相认，那我们就很高兴了。也是，二弟说的有道理，什么也别跟他说，等二弟回来，让他自己处理。